多数这个非常大的灾难之所以发生呢，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等等这个问题所产生的。举例来说啊，我觉得我们所有的老师都应该告诉我们的学生有关于巴勒斯坦问题。那这个问题之所在，还是在于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的问题。如果有这么大的仇恨，这件事情是永远不能解决掉的。我想这个我们一定要让他们知道，就是说最后人类要有一个更好的世界，这个人文的教育绝对是非常重要的，不然的话人类会不堪设想。举个例来说，应该告诉学生，这个世界上现在面临很严重的问题，就是回教国家和非回教国家之间的仇恨是越来越深，而不是越来越浅。在这个情况之下，所有的所谓反恐这一类的战争，以及反恐所有各种的措施都没有用，不可能在没有消灭仇恨的状况之下，使得恐怖分子能够从这个世界上崛起。只有使得这个仇恨崛起，才能够使得恐怖分子崛起。所以我想，这是我们要让同学知道的，就是不过现在的问题是，同学根本什么都不知道，连个巴勒斯坦他都不知道，所以你讲了半天，他也觉得你讲什么东西。所以这个是我想这个另外一件事，就是我们整个的应该知道很多东西。那第二呢，我认为这个人文学者不能够再走回过去的想法。有些人又把儒家思想提出来，说是啊，就把儒家思想讲讲就算了，这个就解决掉了。我有一次开会的时候，那些哲学教授还在讲西学为中学为体，西学为宗。那我很坦白讲啊，这个人文学者还是应该尽量的懂科学，你应该尽量的用最新的东西。他说这用这个手机就用那个最讲究的可以照相的这种手机。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新的 technology 好到什么程度，因为你必须要知道这些科技已经到了什么程度。那我所担心的是，我们的这个哲学家等等所讲的东西，用英文讲就是 totally irrelevant， 跟我们这个世界是已经脱了节了。昨天我在体育大学做校长，反正现在我讲都无所谓。有一个数学系的学生来跟我讲，说老师啊，我这个课实在是痛苦之至。我说什么东西？这个是一个哲学课啊，就是通识教育，一定要选这个课，我就选了。我说这个有什么痛苦了？这个老师就跟我讲一个命题，这个命题啊，认为是哲学上的一个大的命题啊，叫做 Berkeley 命题。Berkeley 是一个主教，他那个命题，我说这个什么命题？这是一直困扰这些哲学家的问题。我现在讲给你听。门外面啊有个人，大家懂吧？外面有个人，现在门关起来了。我请问外面还有没有人？这个学生就说，这个老师讲了以后，学生不晓得怎么回答。这当然是怎么回答了，对不对？这老师就解释半天，他说我这个人呢，不得讲，把门打开来看，外面有人就是有人，没有人就是没有人。像这个就是我来讲，就是说这个哲学应该 relevant， 要与我们这个人类有关。你要讲一个 relevant 的东西，那科学家他不管你这套，他从来不会搞一个 irrelevant 的东西，他的影响力大。所以我们如何和这个科学家拼，说是哪个影响力大？我认为，其实我认为，世界上重大的问题，最后要解决，不是靠科学家，仍然是